自帶圍牆的孤島青年。孤獨症又常被稱為自閉症，讓患者如同置身於喺孤島上，佢哋自我封閉，難以與外界交流，無法用言語表達內心嘅需求同埋痛苦，情感反覆顯得遲緩，行為亦往往刻板而重複。呢一種症狀嘅成因複雜，涉及遺傳、腦部發育異常以及社會心理環境等各種嘅因素。全球有數以億計嘅人生活喺孤獨症世界入邊，而喺中國，據推斷確診嘅患者可能已超過1000萬。佢哋常常對外界退縮迴避，承受着無盡嘅孤獨。即使有一啲人表面上擁有令人羨慕嘅人生，財富同埋智慧都好出眾，內心卻可能被失眠、焦慮同埋社交恐懼深深咁樣嚟到去折磨，而且無法向人傾訴。有一啲人因為可能從小缺乏關愛，或者遭受到欺凌，逐漸變得沉默寡言，時常無故落淚，陷入無助悲痛之中。在當今嘅時代，醫療科技雖然治療咗好多身體嘅疾病，但卻往往難以觸及到心靈深層嘅傷痛。有趣嘅係，即使為他人提供專業幫助嘅心理諮詢師，當自己面臨困境嘅時候，亦同樣陷入同樣嘅迷惘。嗰一啲曾經向來訪者建議嘅方法，用喺自己身上，有時竟然全然失效。電影《海洋天堂》以真實嘅視角呈現咗孤獨症患者嘅家庭面臨嘅現實。影片講述咗一位父親同埋患有孤獨症嘅兒子相依為命。父親得知到自己患有身懷絕症，竭盡所能咁樣為兒子尋找歸宿嘅故事。呢一部電影唔單止展現咗孤獨症患者豐富而封閉嘅內心世界，亦同時揭示咗一個家庭所承受嘅種種壓力，並獲得咗第18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人民關懷獎。另一部獲得奧斯卡4項大獎嘅影片《與人》，則通過刻畫孤獨症患者驚人嘅記憶力同埋數學嘅天賦，引發咗醫學界對患有學者綜合症呢啲特殊群體嘅廣泛關注。喺真實嘅生活中，亦都有好多呢啲嘅故事。一位孤獨症患者鐵托，佢母親香馬10年如1日嘅陪伴下，通過鍵盤一個字一個字咁樣敲出咗自己嘅世界。母親為佢講過好多嘅故事，亦都鼓勵佢書寫。最終鐵托嘅詩文集《遠方的沉默》由英國國家孤獨症學會出版，讓世界人都可以窺視到呢一個沉默世界入邊充沛嘅感情同埋思考。基於呢一啲逐漸累積嘅關注，聯合國大會將每一年4月2日都定為世界提高孤獨症意識日，呼籲全球都給予孤獨症患者同埋佢哋嘅家庭更多嘅理解同埋支持。而喺呢啲努力，就係好似黑暗之中嘅星光，照亮咗呢一啲曾被忽視嘅角落，亦都提醒咗我哋，每一顆心靈都值得被傾聽，每一個靈魂都渴望連接。